係沿海城市，海港嘅魅力吸引咗唔少人，特別係嚟自內陸嘅遊客啊。我覺得海啦有一股平靜和諧感，乘住海風，睇住聽住海浪嘅節奏，會覺得心靈都被洗滌啊！今次嘅設計單位就係坐落喺港島南區矜貴嘅豪宅地段，背靠山巒，依山而建，望住好靚嘅淺水灣海灘，充斥住悠閒嘅幸福感。咁單位入面基本都係復古嘅裝修，仍然未可以將景觀優勢完全發揮出嚟。單位入門口嘅玄關位以黑白雲石地磚劃分，周邊冇換鞋凳同埋鞋櫃，出入門口或者會唔方便。而隔離嘅廚房採用深啡色嘅櫥櫃，兩邊都設有工作台面，佈局合理。設計師就保留咗落嚟，但色調仲需要調整，令佢同整體設計一致。至於原本嘅廳區，法廳同埋客廳之間有陣位分隔，整體都唔算四正。設計師加咗一啲櫃體，令整體嘅動線更加簡單。至於單位房間設計都係簡潔派，部分有鋪設地氈，亦有同客廳一樣保留住深啡色嘅木地板。不過置物空間就唔多，得幾個層架，要睇睇設計師點樣發揮啦。今次戶主一家人只係偶爾喺香港居住，整個裝修過程都喺網上商議要求同埋細節，對設計師嚟講係自由度極大嘅作品啊！要突顯海景優勢，令到室內同室外景觀融合，揀咗用淺色調，更加能夠貼合戶主想要嘅酒店式精緻華麗感。咁設計師都喺單位增添海浪元素，呼應窗外嘅美景，更加自己喐手做，盡顯心思。海浪輕撫沙灘，一切都顯得悠閒自在。轉入室內，設計所選用嘅淺大地色調，避免濃墨重彩，亦都最可以令人放鬆。設計師 Maggie 將單位打造成酒店式風格，用色調切入意境之餘，空間佈局亦都重新設計，令動線更加流暢。同屋主去傾翻個設計嗰個顏色方面嘅話咧，因為佢哋住喺呢度都好長時間，嗰陣時佢哋嘅地板係非常之深色嘅，咁所以我哋都想俾佢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啦。加上佢呢個地段其實係一個比較 leisure 嘅地段，因為你出邊係淺水灣沙灘啦，咁好多時候都會去度係可能通常都係度假咁樣嘅感覺㗎。咁所以我哋都想將呢一個比較溫柔嘅色系咧，就擺喺呢一間屋嘅設計當中。我哋用咗即係可能天然嘅一啲 natural tone 啦，咁譬如沙嘅顏色啦，或者一啲海浪嘅顏色啦，就擺喺呢一間屋嘅設計當中啦。酒店式設計要低調滲透出高級感，喺淺色調嘅基礎上，物料搭配都相得益彰。就例如飯台隔離同埋佢正對嘅牆身，一凹一凸呈現波浪形嘅設計，啱啱好呼應窗外嘅海景。咁成間屋我哋都主通調都係用一啲大地色系去為主啦。咁但係喺物料方面，其實我哋用咗好多金屬嘅一啲材料啦，去做翻譬如酒吧區或者一啲門框嘅一個設計啦，多翻啲線條嘅感覺。咁另外嘅話，我哋都會多咗一啲雲石啦，或者一啲絲綢嘅一個質地啦，咁令到成間屋出嚟嘅更加精緻啦。戶主雖然唔係長期喺香港居住，但係喺香港嘅時候，鍾意邀請親朋聚會。設計師微調廳區嘅形狀，既收埋單位嘅缺點，又有實際功用。Maggie 啊，呢度啦，明明係客廳位嚟㗎嘛，但係呢個位咧又有個水龍頭啊，點解嘅？係啊，其實呢個水龍頭係 filter 嘅水龍頭嚟㗎。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客廳側邊嘅一個備餐區啦。咁大家要飲水嘅時候就喺呢度度斟啦，比較方便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呢一組櫃咧，我哋仲隱藏咗一個雪櫃喺呢個位置，都係方便屋主備餐㗎。咁點解呢兩個位置係分開有啲距離嘅？其實呢一度咧係本身呢一間屋嘅一個結構柱啦。咁我哋就用咗呢一個傢俬將佢遮蓋咗，比較一體化啲，都美化咗呢個位置。呢一個屋苑其實係舊樓啦，咁佢都有好多舊樓嘅一啲問題啦，即係有啲局限啦，譬如好多梁震啦，或者好多我哋叫 column 嘅位置啦。咁其實我哋有唔同嘅方式去修飾佢嘅，好難避開佢，因為唔可以改動佢啦。咁譬如一啲 column 嘅位置，我哋就用一啲傢俬嘅維生板啦，將佢遮蓋住啦。另一邊就安置飯台。原本輕微呈 L 型嘅飯廳，都因為設計師加添嘅一個設備，將客廳修飾得方正工整。咁呢一個啦，就係設計師為咗迎合戶主喜好而設嘅酒櫃，容量都幾大㗎。
佢嘅位置就係喺飯廳黐近飯台隔離，咁樣有時候食飯想要飲酒攞起上嚟都方便。沿住飯廳透過玄關位，先至可以到達距離比較遠嘅廚房區域。風格有少少區別，廚房櫥櫃顏色以棕色調為主，一改往日嘅沉色調設計。中間嘅玄關位為咗過渡自然，有採用中式條子裝飾櫃身，但都有米白色嘅鞋櫃，令出入門口換鞋便利度提升。門邊仲加咗換鞋凳。喺玄關兩邊啦，我哋用咗同一個物料啦，咁有效遮蓋翻我哋嘅客房啦，同埋我哋嘅鞋櫃。咁去到就嚟入廳嘅位置咧，我哋用咗金屬嘅門框，可以拉 up 翻我哋入廳嘅儀式感。以淺色為主嘅設計，設計師採用嘅金屬物料都避免太淺色，避免銀色或者香檳色等，選擇咗古銅色，可以令整個對比更加強烈，增加層次感。能夠享有海景嘅一邊，本來係廳區同埋主人房，但設計師改變咗單位嘅佈局，考慮到戶主平時喺屋企辦公時間比較多，於是將原本嘅主人房部分改劃成書房，選用咗比較沉穩嘅設計，牆身大面積使用淺灰色山丘紋理牆紙，櫃體亦都選擇比較深嘅棕色，俾人一種穩重嘅寧靜感。靠窗規劃一個轉角梳化區，至於另一邊就放置咗書台。坐喺書台呢一度啦，見到前面直望就係客廳嘅範圍啦。Maggie 啊，如果出面好嘈，我又想辦公，咁有啲咩方法解決啊？平時嘅話唔辦公嘅時候，我哋打開晒啦，比較開揚啲。咁當屋主需要安靜嘅工作嘅時候咧，其實出邊有個掣啦，或者你個台底其實都有個掣，你撳一撳，其實佢就變咗一個單獨嘅書房啦。雙趟門設計令動線更加靈活，都可以加強採光。唔使用書房空間嘅時候，光線都可以透過另一道門進入室內。寢區範圍變化唔大，主人房位於書房隔離，由房門、浴室同埋動線都加入變化。本來喺兩個空間之間嘅洗手間都納入主人房之內。沿住房間走廊擺儲物櫃。短走廊嘅盡頭有全身鏡，都可以活用成衣帽間。行入主人房，風格都承接廳區嘅淺色調，仲用咗條子設計。由於房間喺靠近馬路嗰一邊，立體條子牆布仲有隔音嘅作用。咁另外後邊咧，房間嗰邊嘅位置嘅景觀就麻麻地啦，因為對住一啲即係護土牆啦。咁所以嗰邊嘅話咧，我哋就 keep 翻個窗，但係就變咗一個磨砂玻璃啦。咁有效有採光之餘，都可以令到佢哋盡量減低望住出邊嘅景觀啦。喺酒店式設計睇得到有美感嘅線條同埋燈光，要營造出呢個氛圍，燈飾設計上都要有相應嘅配合。呢一個單位咧，因為樓底就並唔係太高啦，有呢個限制，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基本上我哋咧就係得一個主燈，就係飯廳嗰個吊燈啦。其他嗰啲燈咧，我哋都做咗一個即係燈光設計方面，其實基本上都係一啲隱藏式嘅射燈啦，或者滲光啦。而你見到突出嚟嘅所有嘅燈，包括壁燈啦、吊燈啦，嗰啲就係裝飾燈，可以增加翻成個情調嘅。除咗呢一啲顯而易見嘅美麗，都有一啲隱藏起嚟嘅設施。戶主咧，因為佢比較經常性住酒店，佢習慣咗酒店可能有啲唔同嘅場景嘅一啲燈光啦，或者都係習慣咗去到邊度都有音樂啦。咁我哋都會加咗一個即係抽濕嘅一個系統啦，即係 even 冇人喺度住，個間屋都可以保持翻乾爽嘅。